上帝的容面。感谢神，他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的救赎与恩典常与我们同在。求主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焦点单单的放在他的身上，让我们瞻仰他的荣美，让我们来高举他的名。谢谢耶稣，你降世为人，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主啊，当我们要开始敬拜赞美之前，我们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再一次的向你认罪悔改。主啊，哀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求主你的光照耀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以及看见自己恢复你的，或者是我们显而未现的罪，或者是我们有意无意，也可能是为着工作的繁忙而减少亲近你的状态，我们向主认罪悔改。主啊，我们也要在这个时刻将每一位弟兄姐妹担在肩头上的重担，我们都要卸在耶稣你的脚前。当我们要来敬拜你之前，这些重担不要成为拦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主啊，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你面前来，你必定使我们得安息。主啊，今天每一位来到圣殿的弟兄姐妹都要真实的遇见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一个谦卑柔软还有愿意认罪悔改的心，在敬拜前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一起默祷，为着自己的状态来向主认罪悔改。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亲爱的主啊，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过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同心的向神来认罪悔改。主啊，你那赦罪的恩典就在这个时刻临到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甚至是把我们洗得比雪还更白。主啊，你说住在至高至圣所，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主啊，我们渴望你与我们同居。主啊，我们的灵要再次的被你复苏，再次的在你的灵当中苏醒。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颗被你更新调整的那个清洁的心，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的灵要再次被你更新，好使我们的身子能够成为那个荣耀神的那个圣所。是的，主，预备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身子就是神荣耀的圣殿。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成为那个承载神大能荣耀的器皿。主啊，当你的灵跟我们的灵再次相遇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要经历你十字架的大能，再一次的经历你的复兴，使我们能够明白神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命定。主啊，我们不要再为着这个世界而活，我们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神你那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活出荣耀神的呼召。是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靠着耶稣的名我们可以得救。弟兄姐妹们，是谁的名可以使我们得自由？是谁的名可以让我们得平安？
是谁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拯救？是的，各位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用喜乐跟期待耶稣再来的心，一起来欢喜，来敬拜他。是的，我们来唱耶稣的名。歌颂赞美的，从头，当我赞美，当我赞美时，仇敌就四散；当我敬拜时，我的眼目光明；当我祷告时，我请你权柄；当我举手时，能力大大充满。是耶稣的名，满有能力；是耶稣的名，我们全然胜利。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的。是耶稣，是耶稣，谁践踏？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的。是耶稣，是耶稣，谁践踏？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的。是耶稣，是耶稣，谁践踏？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的。是耶稣，是耶稣，耶稣的名，满有能力。是耶稣的名，我们全然胜利。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的。是耶稣，是耶稣，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的。是耶稣，是耶稣。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你是保护我们的神，你是践踏仇敌的神，你是我们靠着得拯救的神。是的，主，你是蛮有能力的神，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平安。是的，主，我们要再次的来敬拜赞美你。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流出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
的盼望，从头。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的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再一次有耶稣在我里面。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将一切至高的荣耀都归给你。是的，有主在我的里面，就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也因为有主在我的里面，我们可以得享属天的平安。是的，主，你就是我们的平安。我们一起来唱。哦，主耶稣是我的平安，风浪中你掌管，你与我同在。哦，主耶稣是我的盼望，生命中的光，你永不离开。你是磐石，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一起来。哦，主耶稣是我的平安，风浪中你掌管，你与我同在。哦，主耶稣是我的盼望，生命中的光，你永不离开。你是磐石，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主耶稣所留下的平安，不是像世人所赐的。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心里不恐惧，不难过，不愁烦，你给我的平安，不像世界给的。我心
里不恐惧，不难过，不愁烦，你给我的平安，不像世界给的。我心里不恐惧，不难过，不愁烦，你给我的平安，不像世界给的。我心里不恐惧，不难过，不愁烦，你给我的平安，不像世界给的。来祷告，是的，将缠累在你身上的，你心里面觉得不平安的，或者是你觉得任何拦阻你来到上帝面前的种种的枷锁，祷告，祷告，让上帝知道交托。没有一个事情是能够拦阻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我们知道神所赐的平安，不像这世人所能够赐给我们的，没有任何的拦阻能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交托，将你拦阻在你心里面不平安的事情都交托。不论是你身体上面的疾病，还是你心理上面的压力，甚至是工作上面的重担，学业上面的压力，经济，还是你有什么样子的家庭的一些问题，甚至是只有神知道的，开口在心里面说也可以，交托，让神来为你担起你生命当中的重担，因为神在这个时刻要赐下属天的平安给你们。是的，主啊，你从你的施恩的宝座前流出你那医治的江河来，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哦，不论是身体上面有疾病的，主啊，你蛮有能力的大能要医治他们。主啊，你要医治完全。哦，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面的软弱，身体上面的疾病，甚至是不够热情火热的来跟随主。主啊，帮助我们重新眺望我们，明白神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的呼召。是的，主，我们要活着，乃是要为着基督而活。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不再是以前的老我，乃是要跟随主。我们的心思要被神你来眺望，被你来调整。我们要看见到属天的荣耀摆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可以轻看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胜过世界的神。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再来一次跟神呼告、呼求、宣告，我们心里不恐惧，不恐惧，不难过，不愁烦，你给我的平安，不像世界给的。我心里不恐惧，不难过，不愁烦，你给我的平安，不像世界给的。我心里不恐惧，不难过，不愁烦，你给我的平安，不像世界给的。你是磐石，你是磐石，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我主耶稣。你是磐石，你是磐石，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荫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我主耶稣。我要全心来敬拜你，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我要全心，我要全心来敬拜
的主啊，你是磐石，你是我们的拯救者，我们要到你面前敬拜你。主，我们要全心投注在你面前，是因为你有救赎，你有恩典，你有满满的福气要给我们。愿我们今天的敬拜荣耀归给你，我们从主你的话语得着激励，得着帮助，得着力量。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请大家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28章30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放胆传讲上帝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人禁止。献诗请圣歌队，今天要献唱的诗歌是《预备道路》。献诗完，请台湾神学院蔡院长证道。证道的主题是 The Stories Keep Going。我们一起用拍手来感谢主，赞美主。我们谢谢圣歌队他们今天第2堂礼拜的献诗哈。平常我们都是第1堂是由圣歌队，第2堂是我们的小组哈。但是一季大概有1、2次他们
在第二堂来献诗，也让我们华语堂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领受合唱就是传统诗歌的一个赞美的艺术跟美妙他们唱完诗歌呢，有的同工都还有其他的服饰，我们现在就可以请圣歌队员可以先移动来做其他的位置那牧师先做一个请安报告，然后再请我们的蔡慈伦牧师来做这个正道分享。那今天是我们的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同时也是进入到12月第一主日就是我们的代降节，我们给隔壁祝福说代降节快乐，好不好？好。好，感谢主平常我们台湾神学院的主日是总会定的是在11月第3主日啦。那我们11月第3主日，我们教会有两个情况，所以不得不移到现在不过感谢主有很好上帝很好的安排。第一个，我们因为在11月都有配合幸福小组的这个我们的福音主日有名人讲座是其中之一。第二个是因为常常在神学院主日的时候，刚好也碰到我们的感恩节上个礼拜我们举行感恩节很多弟兄姐妹也一起积极参与奉献所以我们想说跟神学院拜托说，你们能不能延后一点点所以变成今天这个主日了不过有这个主日，神给我们更大的礼物，为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们这样神学院我们的蔡院长他不必在那一个最热闹的主日，他要各地去去报告分享这个礼拜可能其他的主日已经教会已经过了所以他今年亲自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那我说很巧，因为去年我们的这个台湾神学院的主日原来我们台南中会有一位牧师是代表要来我们教会来证道还有请安报告，没想到那个礼拜他打电话来说，抱歉他得到了新冠肺炎，必须居隔了。那怎么办？又不能请神学院临时要派一个人来所以就由牧师代打牧师代打。所以我想说神的特别旨意我们今年因为又改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的院长就可以直接亲自来我们的蔡院长你看她很年轻，而且是女生的院长，现在女力是大爆发所以呢她带领这100多年的神学院要进入新的世纪我们求神带领她她有美好的分享，我们把时间很宝贵。蔡牧师他本身是院长，而且是校长，因为我们神学院登记了2个身份，一个是我们自己长老教会的台湾神学院，一个是登记在教育部的台湾神学研究院所以他身兼2个身份我们透过他来分享，我们得到一个很棒很棒的激励跟见证。我们一起拍手欢迎蔡牧师。好，谢谢。棒子在那边。好，主内敬爱的夏牧师、谢牧师以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台湾神学院奉献主日，首先我代表全校的师生，向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献上我们最深的感谢。谢谢你们过去这么多年来对神学院的支持、代祷跟奉献。这是我第一次来富强，来富强教会。昨晚到的时候，今天早上做礼拜，一进到这间教会，深深的感受到是一间充满生命力、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特别看见一间长老教会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新堂的当中开始外展做宣教的福音真的是祝福富强教会在夏牧师、谢牧师众同工的带领之下，我相信神很多的祝福要在这间的教会的当中。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我想我还是要带领大家一同用神的话来敬拜，好不好？我们一开始之前，我们同心再次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当中要欢喜快乐，因为主，我们是何等蒙恩的儿女，在万人的当中，你拣选我们成为福音的接受者，能够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当中。主，我们坐在这里是何等大的福分，
所以主，我们在你所定的主日，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因为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拯救；除你以外，我们别无依靠。主，今天早上，我们就像玛利亚一样，我们要得到那上好的福分，就是主你自己向我们显现，你对我们说话。主，赏赐我们有受教的心，聆听的耳，让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工作，能够成为好的种子，落在我们的心土当中。它不仅要落土，它还要开花结果，成为好的生命的见证，来荣耀主你的名。主，我们这时候恳求圣灵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主，你带领传讲的、聆听的，在你圣灵的带领跟恩膏之下，我们一样能够得到神你特别的怜悯跟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座有去过台湾神学院的人举一下手。不多哈，我们的学校其实是在阳明山国家公园半山腰，非常美。其实这间神学院今年已经迈入151年，是一间长老教会当中第二。好，我想台南神学院是更历史悠久的。去年对我们神学院来讲，或是对北部的教会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因为去年是宣教福音来到北台湾，宣教满150周年。我们这几张图片是去年3月的时候，我们在台北的和平篮球场举行盛大的特会跟庆典。那天让我很感动的是，有将近100位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走到台前，愿意献身来回应上帝的呼召。那时间你有没有觉得过得很快？一晃眼，我们已经来到2023，不到1个月就要结束。各位弟兄姐妹，请问过去这1年你做了什么？我常常觉得人生一眨眼就过去，特别是服侍神的年岁过得特别快。今年2023年，如果对我们台湾长老教会来讲，我们已经迈入158年。南部的宣教是北部的宣教更早的。换句话说，再2年，我们就要庆祝长老教会在台湾宣教160年。当我去翻你们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也发现，你们今年社教47年呐，再过3年，你们也要庆祝教会进入50的喜年哦。那我想，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会不会跟我一样？我也好想知道，台湾长老教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你作为富强教会的一份子，你会不会也很想知道富强教会再来这间教会的历史该如何继续的写下去呢？那除了教会的历史是我们的关心，我想没有一个时间比现在这样，我们坐在这里，在台湾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对台湾未来的局势跟发展，不仅是关心，甚至我们也担心，不是吗？如果这就是富强教会的历史，如果这就是台湾长老教会的历史，如果这就是你我所生长的这块美丽的岛屿台湾的历史，那么我们都很想知道，接下来故事会如何发展呢？如果用故事的角度来想，就好像我们小时候读故事书一样，我们甚至会很想知道故事最后的结局会是如何，不是吗？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从《使徒行传》截取的。《使徒行传》在新约当中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因为它记载了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后的故事，也就是初代教会的故事。我们今天所读的这2节其实非常的短，事实上它就是《使徒行传》这本故事书最后的结局啊。它很短，它这么说，
他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放胆传讲上帝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人禁止。”各位啊，当你读到这样的故事的结局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在猜想，当中有人会觉得这个故事，你对这个故事会不会有点失望啊？因为它跟我们从小所读的童话故事的结局很不一样。它并不是一个很圆满的结局，我们说 happy ending 哈。我小时候我们读童话故事到最后都是什么写的？从此以后，王子与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这个故事没有一个 happy ending， 不是吗？男主角保罗居然现在是在哪里？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啊！你会喜欢这样的故事的结局吗？不会吧？不但如此，你在读这个故事的结局的时候，你有没有总觉得故事好像没有说完？为什么？我们好想知道保罗后来怎么了，对吧？你会不会想知道保罗最后是怎么样？罗马政府有放他出来吗？他得自由吗？还是他就一直关在监狱里，死在监狱里呢？我们也好想知道，保罗这么第一位所谓的海外宣教师，教会史上第一位，我们好想知道保罗后来有没有继续传福音布道的机会啊？还是他最后人生就走到这里就结束了呢？使徒行传的作者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以至于我们的故事读到最后的时候，留下我们许多的疑问跟好奇啊。所以有人说，使徒行传是一本未完成的书。为什么使徒行传的故事这样就结束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使徒行传的故事用这种方式结束？因为故事的重点已经出来了，不是吗？你回想你读到使徒行传第1章，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一开始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以前跟他的门徒怎么说？主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跟日期不是你们知道的，但是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各位，使徒行传是一本很奇怪的故事书。怎么说？一开始就把结论告诉你了。他告诉你说，这本书的重点是什么？就是福音怎么样在耶稣复活的主升天之后，透过他的门徒，然后教会从耶路撒冷不断的传到地极啊。这个就是故事的重点。保罗现在在哪里？在罗马。罗马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啊，也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认为世界最远的地方在哪里？就是罗马。也就是所谓的地极呀。换句话说，故事的重点已经出来了。故事的重点不是保罗，故事的重点是上帝的作为。各位，使徒行传故事的重点不是彼得，不是保罗，故事的重点是上帝的作为啊。当我在读《使徒行传》读到最后的时候，我注意到作者用了一个很特殊的字，这个字中文翻译是“没有人禁止”5个字。事实上，这个字在原文只有1个字，它是一个副词啊。我注意到路加的作者这个作者为什么故事写到最后选择用1个字来作为整个故事的 ending？这个最后一节比较合理的翻译应该是这样：传讲上帝国，教导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带着所有的勇敢，没有人禁止地，或是有的翻译说完全不受拦阻地。这个字最后一个字很特别，
因为整本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一次，就在这里。那我们要问的是，作者用这样的一个字作为整个故事的总结，那么他要传递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呢？完全不受拦阻，这在说什么？保罗现在虽然是一个囚犯，虽然人们都可以来看他，但是你不要以为囚犯很自由啊。保罗的双脚还是带着锁链、带着铁链的啊。在人看来，保罗是一个很不自由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换成你，换成我，你想我们会是怎么样的情况？特别如果你是一位非常的献心献身在上帝国的事工，你回应上帝的呼召，你尽你所能的服侍神，结果最后落到这种下场，在人看来说，哇，你服侍神传福音到最后居然是这么样的下场，居然被关在监狱里，居然你也会生病，你会遇到很难以承担生命当中的十字架跟苦难。你想保罗会不会面对他人的耻笑？肯定的。如果换成我们可能面对别人对我们的取笑，我们会觉得好没有面子，好像好没有见证啊。但是我们发现，保罗的心完全不受捆绑，他的心是何等的自由。他能够在监狱里，在人看来是一个受咒诅的处境，但是保罗的心自由的继续的做神要他做的工，继续的回应上帝的呼召。任何人来见他的，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保罗跟他宣讲上帝国的福音，教导耶稣基督的事啊。就像保罗自己怎么见证，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各位，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完全不受拦阻，这个字，我想更是宣告了什么？宣告了上帝的主权，宣告了耶稣基督一定会得胜啊！怎么说？各位，你回想你读《使徒行传》，你得到的印象是什么？请问福音是怎么传出去的？是教会受逼迫啊！教会受逼迫，导致怎么样？信徒不能聚在一起，必须四散。结果四散之后，福音才会从耶路撒冷怎么样？往犹太，往撒玛利亚，一直传出去。各位，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种属灵的定律，这个定律是这个世界的人无法理解。哪里要传福音，哪里就会遇到逼迫，哪里遇到逼迫，福音就不断的广传。各位，富强教会开始在做幸福小组，你要预备好征战。教会今天不传福音，这是魔鬼恶者最想看的，不值得打你。教会无力，不值得打你。教会起来有力，才值得要跟你征战。你预备好了吗？越有福音要宣扬，越会面对征战，越会面对征战，就怎么样？福音越广传。这是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的一种属灵的定律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种故事的结局实在带给我们好大的盼望啊！这个盼望是什么？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信实的上帝，他说到做到。不像现在台湾的政治人物啊，起起落落，北差一堆啊，不可信。我们的上帝是可信的。神一开始这样应许说，只要圣灵工作，你们就会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出去。神做到，神说到做到。不但如此，这种故事的结局也带给我们好大的激励啊！它激励我们什么？那个在我们里面的，是比这个世界的还要大。阿们吗？他胜过谁？他胜过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的监狱不能关注上帝的主权，罗马帝国的监狱也不能关保罗他的心志。那在我们里面的是比这个世界还要大的。这是当时使徒行传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教会很需要听的福音啊。为什么？当时的教会是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是成为别人的殖民地。你可以想象，成为别人的殖民地是一直活在一种压制、害怕的处境当中啊。初代教会是怎么样？当时的教会是怎么样？传福音好困难。基督徒是少数群体，你传福音要面对逼迫，要付代价的。所以当时的教会信徒读到这样的故事结局的时候，这是他们当时一群失去盼望、一群害怕绝望的信徒，他们很需要听的福音。但是我深深的感受，不只是当时使徒行传的教会要听的福音，也是今天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在台湾的教会、台湾的信徒，我们很需要再一次听到的福音，不是吗？台湾长期以来都受到外来政权的恐惧的威胁，我们台湾人是一直活在外来政权的威胁的害怕的当中啊。教会又如何？我们再过2年，台湾长老教会在这块土地上宣教就已经将近160年。160年，福音基督徒比例到底多少？5%不到。福音传到台湾将近160年，信主的人5%不到。福音好难传。早上我被庙宇的声音、放鞭炮吵醒，我们庙宇林立呀，对吧？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好难传。我相信你们在做幸福小组，你会觉得不断的撒种，但是真的要到最后收割，没那么容易，不是吗？有时候我们服侍神，我说不服侍还好，今天的教会状况是什么？台湾话讲啊就好。走到老官，互人嫌到老烂。你卖走都没代志，你越服侍越脱路，你就有麻烦了。导致我有时候看到好多很热心服侍神的弟兄姐妹，1次2次这样的被征战之后，就说算了，那就这辛苦，走到老官，互人嫌到老烂，卖走上好。你如果今天是这样的状况，如果这就是我们今天台湾教会的状况，这是我们很需要再一次听到的福音。但是这个福音不只是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安慰，它同时要对你跟我再一次提出邀请我们什么？要好好的抓住上帝的应许，圣经上帝说的话，神一定会实现。要好好的相信我们这个上帝，这位上帝，他是大有能力的，胜过这个世上所有的政权。在这样的一个相信当中，怎么办？赶快回应上帝的呼召，完成上帝要我们去完成的使命，就是什么？勇敢宣讲上帝国，教导人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因为上帝的主权，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人可以禁止啊。是的，《使徒行传》是一本未完成的书，为什么？只要圣灵继续工作，这本书故事书结局永远不会是结束的，它还会有第29章、第30章、第31章、第32章，这本书会一直写下去呀。保罗的那一章故事结束了，他不是主角，但是保罗之后2000年的教会，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男女，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当中，继续在写《使徒行传》的故事。
我今天就要来跟你们分享台神的第一位院长马偕博士，他是加拿大的第一位海外宣教师啊！我刚开始说过，去年是我们庆祝150周年。你知道我的母会是淡水长老教会，就是马偕登陆的淡水设立的第一间的教会。我在年轻的时候，在淡水长老教会长大，常常听马偕。我在他的接义馆，小时候在他那边练钢琴。马偕这个名字对我是一个非常熟悉。之后我大学毕业去台神读书，他是我们神学院的第一任院长。现在我在台神教书，担任校长一职，所以我一直有个心愿，这辈子一定要去马偕的故居看看。所以去年我就完成了这样的心愿。我人生第一次到加拿大，就是去马偕的故居。马偕其实他的家乡是一个很小的叫 Zora 左拉村左拉乡。我去到他从小生长的地方，他屋主已经不是马偕的后代，但是在门口你会看到一个纪念碑，说马偕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你很难想象21世纪的今天，马偕的老家还是在一个非常偏僻、鸟不生蛋的地方。马偕的父母并不是什么很有背景、很有钱的，都是做残郎、农夫。马偕是一个农家子弟。当我走在这样的一个乡村小径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一个从小在这个偏乡长大的农家子弟，怎么这么勇敢啊？勇敢到走出小小的左拉乡，居然来到台湾，成为宣教师，是什么力量让他这么勇敢？我也去拜访，这是马偕的母会叫老木屋教会。顾名思义，当初真的是用木板造成的，但是这间教会后来搬到市区，我待会会讲，已经不在这里，但是他放了一个很小的模型来纪念说老木屋教会马偕从小长大的母会就在这里。我也去拜访这个火车站，叫乌斯达火车站，已经没有用了，你看非常老旧，但是这个火车站很有意义。为什么？1871年10月19日，马偕刚从神学院毕业1年多，27岁啊！你可以想象吗？在座有27岁的人吗？好年轻啊！27岁的马偕已经立定心志要来台湾当宣教师。我每一次读到传记作家在描述那天在火车站的故事，都让我好感动。他是怎么写的？他说马偕在这个火车站跟他的家人、父母亲人、朋友道别，每个人的心都很沉重，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次离别之后，不知道何时可以再相见，甚至他们没有把握会不会再看到马偕。你要知道，19世纪搭船是很危险的。传记作家继续说到，他说：“火车已经来，火车已经时间到要开了，但是火车的站长看到马偕跟他的家人拥抱哭泣不舍，站长都不忍心催马偕赶快上火车。2个礼拜后，马偕所搭的船来到美国的旧金山湾。有一天，他站在甲板上，看着浩瀚的太平洋，非常想念他的父母，非常想念他的家乡。他开始问，他问说：“我难道永远都回不了我的故乡了吗？”他继续问，他说：“我这么年轻，我的生命经得起未来这么可怕的考验吗？”当他一直问到最后，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终极的问题。马偕问说：“我今天这个决定是一个错误吗？”然而，当马偕这样想的时候，他也同时想到，在海洋的另一端，那个亚洲异教的世界，他想到还有那么多的亚洲人没有听到福音啊。2个月后，马偕所搭的船渡过台湾海峡来到台湾。其实来到台湾不是马偕原本的计划，马偕本来是要去印度当宣教师，甚至开始学印度文。
但是上帝差他来台湾，马偕完全顺服。马偕在他的日记怎么写？他说：“好像有一条隐形的线，一路引我到这个美丽的岛佛摩萨去呀。”1872年3月9日，马偕来到了淡水，来到台湾宣教。马偕承认说，宣教好辛苦，这个辛苦是当初他离开加拿大从来没有想到的。你知道马偕好几次差点死，他得疟疾，得各种当时的病，甚至去宣教的时候，他讲到一个故事让我好感动。带着学生去爬山，突然一阵云雾，看不到前面的路，他们只好站在那里等啊。但是当云雾后来被风吹散之后，马偕突然惊觉到，再往前踏一步，他就跌到山崖下去了。他去经历到说，上帝的护理怎么这么样的奇妙，是他难以想象的。马偕好几次宣教，民众攻击他，泼粪、丢石头，不仅他自己要面对逼迫，当时的信徒教会也一样。各位，你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礼拜天可以很平安的从你家出门来教会做礼拜，我们都以为这是理所当然。你可以想象，早期长老教会的宣教史，信徒为了来教会做礼拜，是要面对羞辱、谩骂，甚至有人因此而殉道而死吗？你可以想象台湾走过那一段吗？在清法战争的时候，清朝政府怀疑说，就是你们这群基督徒外来的教才会引外国人军队来到台湾，开始做什么？开始逼迫教会啊，逼迫基督徒，开始拆礼拜堂。各位，我们以为说拆礼拜堂是对岸中国才会发生的事，你可能难以想象，台湾也经过那一段礼拜堂被拆，你知道吗？我是台北中会的，台北中会是最多马偕当时设立的教会，比较几间大间的教会，你可能听过，就是曾经被拆又建的蒙甲教会、新店教会、松山教会。在已经被拆毁的礼拜堂夷为平地的废墟当中，你猜马偕做什么？带着他的学生，带着信徒，勇敢的唱“我认救主无惊更小”。这首诗歌成为当时马偕每次要带学生出去传福音，学生惊到要嗨，惊到要死，马偕就叫他们唱这首歌。你们会唱吗？台语诗歌。我请后面郑牧师帮我唱一段来。就是这样，郑牧迪牧师是我淡水教会带过的儿童主日学生，他现在已经当牧师，几年前从我们的神学院毕业。今天他们休假，跟牧师，他的师母也是牧师，一起来你们教会做礼拜。他不知道我在这里，我们刚才看到吓一跳。他们越唱，民众听了越生气，用石头丢他们。马偕怎么说？马偕说，这种逼迫的手段是仇敌想出来的新花招吗？他说，绝非如此。他们能够顺利推翻耶稣基督的国度吗？他们不曾如愿，也做不到，因为没有能力。为什么？马偕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属耶稣基督了。哇！你看到台湾早期的教会，就像《使徒行传》一样，越逼迫，福音越广传。各位，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都是蒙福，蒙这些信仰先辈用他们的生命所流的血，我们今天才能够坐在这里。马偕跟他的门徒，早期的信徒，继续在写《使徒行传》的故事，就是
勇敢宣讲上帝国的道，没有人可以禁止啊。我们常谈马偕，我要来介绍他母会的牧师，其实对他影响很深。马坚志牧师，他是苏格兰人，领受呼召到马偕的教会当牧师，一辈子就牧一间教会37年。他37年当中培育了38位宣教师跟传道人，马偕只是38位当中的一位啊！你知道，你读这段历史你会很震惊，马偕是活在什么样的处境？他青少年的时候，教会一群人一直等着长大，长大做什么？要赶快去读神学院当牧师，因为他们是被母会的牧师马坚志牧师所影响。他看到自己母会的牧师这种生命的样式，一群年轻人好想当牧师，认为当牧师是这辈子最荣耀的呼召。你知道马坚志牧师一生献给基督的教会，一直服侍到74年，74岁才过世。请问74岁哪一年？1872年。你看到这个年会不会很感动？他退休，谁接棒啊？马偕已经在接棒，而且是把这个棒子接到哪里？台湾。1872年，马偕这位曾经怀疑自己的决定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年轻宣教师，没有想到居然在台湾宣教将近30年。马偕活得不长，28岁抵达台湾，57岁就过世。我今年53，虽然我看起来比较年轻，但是我每次都在提醒自己，每次讲马偕的故事，也在提醒我自己：生命不可预期，但是生命不在长短。马偕57岁，但是他的一生，就像他自己的座右铭说：“宁愿烧尽，不愿朽坏。”将他的一生献给了台湾，娶台湾老婆，娶台湾太太，最后死在台湾，葬在台湾。他在不到30年的宣教，建立了60间的教会，带领3000人信主，包括设立台湾神学院。马偕要过世前6年，写他的回忆录。这个回忆录写到最后一章的时候，你读起来，你会感觉好像就在读《使徒行传》故事的结局，很类似啊。他最后怎么说？马偕说：“故事到此只讲了一半，这些章节只是一部分而已。今天、明天我都没有办法把故事写完。The stories keep going， 真正的故事才要刚开始。”我今天的讲道题目是从马偕回忆录得到的灵感。他的回忆录原本是用英文写的 ，“Stories keep going”。马偕说，那些尚未补全的部分，就是上帝这本书中尚未有人读过的章节啊。谁来写？之后的教会信徒，你我要来写这本故事书啊。马偕的那一章结束了。但是，就像约翰福音说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但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马偕有没有接班人？马偕很早就过世，他没有想到自己会那么年轻就过世。但是他的那一章结束，他的接班人是谁？吴威廉。吴威廉怎么跑出来的？吴威廉也是加拿大人。马偕第一次回国述职，你知道宣教师都要回国述职，母会要听你在海外宣教的事工。马偕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回国述职？1880年，加拿大长老教会母会一直叫他回来，他不回去。他怎么说？他说：“现在要我离开台湾，比我当时要离开加拿大还要难。”他已经把台湾当作他的家了。他说：“你现在要我离开台湾？”他一直找理由，好不容易8年后第一次回国述职。
他第一次回国述职，在分享在台湾宣教的时候，吴威廉19岁年轻人就坐在台下，听得好感动，决志说他也要当海外宣教师。真的，12年后31岁刚结婚，就带着他的牧师娘，你知道他们度蜜月是什么？搭船来台湾做宣教，这是他们的蜜月啊，不是去哪里玩，而是搭船来台湾做宣教。接棒，我今天要用这个大队接力的棒子，带着你们来反思。那你可能会很想知道，马街的母会曾经这么复兴的教会，37年出了38位宣教师传道人，今天怎么了？我也去年去看了这间教会，劳木屋教会后来搬到市区 Ambro， 建了一间非常漂亮的礼拜堂。教会在建堂30年的时候，设教30年，建了这一座很漂亮的礼拜堂。你进去看的时候非常的大，很像你们这样，但是规模是更大的，2层楼，总共可以坐500-600人。你就可以想象当时教会是如何的复兴，而且他们的意向啊，我看的时候非常的感动。你如果看这个礼拜堂的设计，那个工匠之美啊，哇，好漂亮！你不要忘了，这间礼拜堂大多数都是农夫哎。你可以想象，在19世纪，可以说一群的信徒把他们最好的、尽所能的都献给神，而献了一间这么漂亮的礼拜堂。但是那天我去做礼拜的时候，教会已经在地下室做礼拜。你数数这些椅子有多少？不到20个，而且都是老人，人数这么少，不用去用到500-600人的这么漂亮的礼拜堂。而那天不到20人聚会，都是老人，最年轻的是哪一位？司琴那一位，50多岁。我那天坐在那里做礼拜的时候，我的心好痛啊，我的心好难过啊。我一直在问，一间曾经这么复兴的教会发生什么事？今天怎么变成这样？我也去到另外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很有历史意义。为什么？马街第一次回国述职，已经准备回台湾的时候，当地的基督徒为他在这间教会办了一场欢送会。当天晚上，马街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很像今天这样，他为神学院募款。马街那时候已经看到，台湾宣教如果真正要成功，不能一直靠外国的宣教师，要栽培本地的台湾传道人。有没有道理？有哦。他说，台湾人懂得文化，懂得语言，懂得风俗民情，他们来跟自己的台湾人传福音，是比宣教师更有力量的。所以呢，马街已经看到一个愿景，一定要建一所神学院，培育台湾的传道人。当天，当地的居民叫牛津郡，奉献了加币6200多块，马街就是把这笔钱带回台湾，在淡水的真理大学。你今天如果去真理大学，有看到一个牛津学堂。牛津不是英国的 Oxford， 是纪念加拿大这个牛津郡所有的基督徒奉献。这就是台湾神学院的前身啊！今天台神才会存在。但是这间礼拜堂我去的时候，我吓一跳啊！外面扛棒写什么 ？Business Complex。你进去看的时候，已经教堂关门了，不再当礼拜堂。你仅存的3张照片还可以，3张照片你还可以看到说过去曾经在这里做什么。最左边的这一个墙围起来，这道墙白墙当初走进去就是进到礼拜堂敬拜的地方，现在围起来，里面隔成一间一间的办公室在出租。你唯一还可以看到这个阁楼的楼梯，然后看到很简单的彩色玻璃。这让我想起10年前，我第一次到苏格兰去旅游。你知道苏格兰对台湾长老教会很重要，
南部宣教的第一位宣教师马雅各医师就是从苏格兰来的。你知道19世纪苏格兰的长老教会曾经复兴一时啊，才会派好多宣教师，马雅各医师就是当中的一位，到各地去当宣教师传福音。那一年10年前我去苏格兰的时候，这间礼拜堂好漂亮，好大，好大一间，彩色玻璃好美。但是你进去右边这2张照片好暗，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礼拜堂现在已经变成什么？夜店，气氛有够好的，在里面喝酒、吃饭、听音乐。我看的真的是有一种错字，说今天教会怎么被掳去了？被掳到巴比伦了。我怎么可以在异地之地唱耶和华的歌啊？而那次的旅游不是只有一间，我沿路跟着我先生看到好多教堂是这样，好漂亮。远远一看，近看是什么 ？For sale， 教堂在出售。你有兴趣可以来买。各位，教堂再怎么大，再怎么样的富丽堂皇，如果没有人，只是一个空壳子而已。重要的是人。我们不要以为教堂不会关门，我们不要以为教会一时的复兴是理所当然的，不会的。这是许多人付代价、背十字架，基督的教会才能够继续的下去呀。今天加拿大长老教会的状况如何？10月底宗教改革纪念日的时候，加拿大神学院的一位院长来我们教神学院演讲，给我2个事实。第一个，现在加拿大48%没有传道人的教会，你可以想象吗？将近一半的教会没有传道人。你问说蔡牧师为什么？因为牧师退休的速度很快，快到愿意来现身读神学院的速度比不上。教会没有传道人，他说好可怜，一群羊群没有牧者牧养，乱乱收，没有人教导，没有人讲道，没有人关顾啊。不但如此，他给我们另外一个事实：加拿大一些的神学院，因为来读书的人太少，为了经营神学院，只好怎么样？卖校地经营神学院。各位，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惊不？哎呀！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台南神学院、台湾神学院、玉山神学院无法经营下去，因为都是赤字，我们现在3间神学院都在赤字，来读的人也越来越少。请问，没有人来读书，哪需要神学院？如果有一天我们的长老教会3间神学院轮到必须要去卖校地经营的话，我好怕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在台湾长老教会。接棒，今天接待我们台湾长老教会，你我的手中，我们来看今天长老教会是怎么样的状况。我刚刚说过，现在在台湾基督徒比例不到5%，还要加上天主教哦。去年150周年的时候，有2个数据我要跟你们分享。长老教会在台湾现在是最大的教派，请问最大的教派，你知道我们的信徒有多少吗？号称26万，真正有在教会聚会的不到10万。所以各位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挑战你们，你们做幸福小组，不要只对非基督徒传福音。有1半以上的信徒从小是在教会，但是现在已经离开了，他们也是你们要继续去把这个羊找回来啊。1半以上是这样的长老教会的信徒。我是台北中会的，这个事实让我更惊讶。台北中会在过去不到10年，信徒减少将近3000位。台南中会如何？不知道夏牧师知不知道？我们的教室也一直在往下吗？你今天如果去长老教会走一圈，我比较有机会去看，有时候让我看了会惊啊！长老教会现在几乎老人老化，
年轻人不断的流失啊。更让我们担忧的是什么？优秀的年轻人不愿意献身啊！你让我从小可以听到老一辈的会说什么？家中如果最优秀的叫献给上帝，对吧？现在这种传统你已经不在长老教会听到了。在座我们有当爸爸妈妈的，有阿公阿嬷的。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女儿跟着你说：“爸妈，我要去读神学院。”你会跟他说：“哇，好棒，支持你，荣耀的呼召。”还是你会说：“啊，做不书，没出团。”你会鼓励赞成你的儿女要献身吗？我们的价值观已经不一样了。今天教会已经世俗化了。今日的教会就是明日的神学院，你认同这句话吗？因为神学院的学生，未来这群要当牧师的是从哪里来？从地方教会来。地方教会强，神学院就会强；地方教会弱，神学院强也强不起来。没有人来献身，神学院有一天可能也不需要存在啊。今日的教会就是明日的神学院。我们今天面对的处境是什么？台湾这块禾场要做的工实在好多，要收的庄稼实在好多，特别在后疫情时代，你有发现吗？特别在面对未来政局的不安定，你有发现吗？人心需要盼望，人心需要福音，要收的庄稼太多了，做工的人少。我最后给你一个数据，你知道未来长老教会10年内有多少牧师要退休吗？这是2019的数据，要再加4年。这个数据包括牧师早起讲，伊个无偌久嘛要退休啊。未来10年，430位的牧师，长老教会牧师要退休。请问你看到这个数字，你会惊吓吗？这代表什么？从现在开始，每年至少要有43位的弟兄姐妹愿意献身。我不久前去讲道，有人就挑战我，蔡牧师，10万的信徒出43位那么难哦？我说抱歉，真的好难啊。今天长老教会信徒的价值观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听了都会大笑。10万的信徒出不到43位，这是事实。3间长老教会的神学院，台神、南神、玉神，现在加起来献身当牧师的，真的不到43位。我也好害怕，10年以后，台湾长老教会会不会跟我们的加拿大的教会一样，吹木木架，油滚乱熟啦？怎么传福音？所以我问一个问号。The story keep going. 阿们。今天这个棒子交在我们手中，我们要怎么的接棒？你回想小时候大队接力，大队接力最怕的是2种情况。第一个，接棒的时候掉棒子，对吧？然后捡起来怎么样？已经一段时间，青黄不接。第二个是什么？你一直跑，一直跑，结果发现后面都没有人来接啊！今天好多长老教会是这样的状况，神学院、教会、机构都是一样，老一辈一直走，一直走，少年一辈没人起来讲。今天这个棒子已经在你我的手中，台湾神学院很需要你们帮助，我们能够继续接棒。神学院在8年前进到教育部立案。好多人误解，我们得到教育部补助 ，no， 最多补助1年不到50万，但是1年的经费将近7000万，85%都是靠长老教会的信徒奉献，信徒不到10万的奉献支持3间神学院。我们期待的是什么？每一个献身，在这个时代甘愿做工人的人，来到这间神学院，我们好好的培育。我们期待
今日的神学院就是明日的教会。我们期待所要献身的弟兄姐妹来到这里，经过培育之后，成为神合神心意的工人，进到教会。传道人重不重要？重要啊！因为一个传道人所影响的就是一间教会。传道人优，信仰好，带领羊群教会走在神所喜悦上。如果传道人出问题，教会一样也会受害，不是吗？今日的神学院就是明日的教会。马偕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如果我们说马偕精神代代传，马雅各的精神，这些宣教士身上都有个特质：信仰不是空谈，要拿出行动。信仰不是空谈，要拿出行动。所以各位，我要挑战你，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是过去的信仰先辈，他们付代价、流血、流生命，我们今天才能够承受台湾的福音，继续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今天你我也要种树，否则我们下一代怎么办？今天我要挑战你，特别在座有好多年轻的社青的，你相信吗？上帝拯救你跟我绝对不是偶然，一生不是只有我蔡慈伦的故事，我的故事而已，不是。神拯救你，拯救我，有一个更大的心意。我们的个人故事是上帝故事这本书的一部分。神要透过你我的生命，在人生这么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成为与神同工，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不知道这1、2年来，你看到整个世界的局势的战争给你什么样的启示啊？当战争一来的时候，天灾一来的时候，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何利益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有没有深深的感受到，整个时事在告诉你，世界的局势在告诉我们，要趁着白昼赶快做工，因为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各位弟兄姐妹，是的，要参与上帝国，我们必须要背十字架付代价。今天长老教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信徒？容许我这么说，长老教会资源很多，财产很多，人才济济，有钱人很多，有恩赐的人很多。但是今天长老教会真正需要的不是有恩赐的人，而是愿意付代价背十字架的人，愿意在这个时代甘愿做工人的人。参与上帝国势必要付代价。我最后要用马偕1895年马偕第2次回国述职，准备搭船回台湾。请问1895年让你想到什么？甲午战争之后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成为日本殖民地。马偕在第2次回国述职的时候，没有想到战争爆发。马偕的3个孩子跟他的师母都在加拿大，孩子多大？13岁、15岁、16岁，都是青少年。如果今天是你带着3个青少年的孩子在加拿大，请问你要回台湾吗？你可能说哦，家在我无人无伫台湾。马偕毅然决然带着他全家回台湾，为什么？马偕知道，当台湾割给日本当殖民地的时候，被殖民的台湾人最需要什么？最需要福音。换句话说，马偕是带着他全家用生命继续在写《使徒行传》的故事。1895年他开始写回忆录，不是他要为自己留名啊，不是是他加拿大的同工很怕说，马偕你这次回去万一3长2短怎么办？你在台湾的宣教没有人知道，才催他赶快写回忆录。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回忆录的，万一3长2短怎么办？马偕写回忆录写到最后是用一个祷告做结束。
而在这个祷告当中，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终末的盼望。他好像在说预言，其实他不知道，回到台湾之后6年他就过世，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死，他没有预备，但是神就那一章让他结束，但是他是看着一个盼望，好不好？我要用你们一起用这个祷告，也成为我们今天一同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念，来。让我们一起同声说阿们。今天因为是台神的奉献主日，所以也代表学校带了一个短短的影片。这时候我就接续请各位弟兄姐妹来看这个奉主的影片。如果不是150多年前马偕、吴威廉和孙雅各牧师的创建与持续努力，这时就不会在这里看见学生们认真学习的身影。如果不是学生们完成学业后的贡献，台湾教会很难在这片土地上持续见证神的大能。如果不是老师们愿意无私付出，学生们也就无法受到完整的神学教育。问题不在听众，或问题是在我们讲的讯息，给的讯息可能不够清楚。好，所以呢，有为了讲道者帮助你。教学现场是未来的牧师们累积深度的机会，每一堂课也都是老师们影响生命的时刻。在实体的，在学院当中的群体生活的这种神学的教育彼此之间的相互的砥砺，甚至提醒，那这是非常难得的。教导旧约的赖鸿专老师自己曾经在台神受过老师好榜样的激励。他认为耶稣当初就是以生命带领门徒，从实际互动的过程中彼此学习。如同教务长张志伟老师认为，要以哥罗西书深耕建造的提醒来面对世代的挑战。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不同的风向不至于飘来飘去？那就是这个经文讲的，在基督里，在根基里，在教会里，神学教育跟教会是何等的紧密的这样的彼此依靠。台神2016年通过政府立案设立研究所之后，持续培育牧师、教会音乐工作者与灵性咨商专业人才，希望成为支撑教会的根基与力量。服侍的心有时候会是软弱的，因为会遇到更多的对别人对我们的攻击。可是他如果知道说他服侍是这群人，是为了下一代的人的时候，这个或许这个坚持才会走下去。想到下一代就能坚持下去。老师们在乎信仰根基的建造，而这也是梁玉梅老师当年决定投入神学教育的原因，认为是最值得自己抛头颅洒热血贡献生命的事。对我来说，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帮助人找到他在上帝国的拼图里面他在哪里，然后怎么样帮助他建立一种不管世界怎么动摇我，我就是要走这条路，我就是要回应上帝的呼召。磨我、用我、塑造我，这是今年开学礼拜中台神老师与主管一起献诗的决志。
以敬虔、知识与宣教作为教育目标，不只磨练自己与学生，也是为了整个教会。今年度台神的经常费6925万元，将用在师资培育基金、校园教室及宿舍更新整修、远距教学、奖助学金以及图书馆藏书。我们需要更多人的关心，特别是您的关心、代祷奉献，来支持这个神学教育。其实也是在支持上帝爱台湾，让福音在这个时候能够代代相传，用爱来凝聚，能够结出更多希望的果实来。在这片土地上说出希望的故事，宣扬神的恩典。过去150多年来的台神，有接受呼召的学生，有愿意投入的老师，以及不间断的关心、奉献与支持。直到现在及未来，他们都将是继续为台湾教会创造故事与历史的人。弟兄姐妹们，不止他们，你们也是，我们都是。在你们今天的周报当中，有一个奉献袋，如果你今天没有预备，请你带回去，用祷告的心，按着神给你的感动来奉献。目前台神有将近150位在校的学生，16位的全职老师，30位的职工。我们继续在很艰困的当中，因为看到下一代，让我们能够继续坚持下去。谢谢你们过去为我们的奉献代祷，愿上帝祝福富强教会，在夏牧师、谢牧师的带领之下，50年新年即将到来。我相信上帝要带领富强教会再创宣教的高峰，写出一章新的宣教的故事。愿上帝祝福各位，谢谢。我们感谢在牧师用语重心长的心来激励我们哈。其实有2个方面，一个是长老教会的接棒者，他其实也在激励我们。刚刚提到说传福音，我们教会推动信无小组，没那么简单，花了好多心力，有1、2个来受洗，那就感谢主。那借由他的讯息，让我们继续努力，在今年的圣诞节，还有我们的受洗，能够有更多的人一起努力来引导他们哈。时间有一点不够哈，所以牧师稍微把下面的程序做一点缩减，就是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哈。如果有带到敬拜团的人可以协助哈，来一起拿麦克风一起帮忙唱好不好？那第2个就是我们一边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请我们的执事来收奉献。刚刚我们的蔡牧师已经给我们提起了，如果你有这个奉献袋你就把你的名字填上去，如果有电脑代号更好。那为神学院的事工经费来奉献，如果今天不方便带回家祷告，下个礼拜再带过来，好不好？好，我们有没有同工来帮忙拿麦克风？敬拜团我们一起开口来唱这首诗歌，唱2次，我们开始收奉献来。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一起开口唱，不要安静。不熟的也一起唱。高唱哈利路亚，敬拜弥赛亚。再一次。从头来，站起来好了。要将荣耀能力
献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哈利路亚！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凡人献祭，从列国到列邦，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一代到接一代，一直万民不停的颂赞主。我们仍然站着，我们来唱这个奉献的诗歌，我们交给我们的诗会。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先做介绍，还有一个重点的报告，然后再把时间交给诗会带领我们读京剧，还有需要的这个重点的报告。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那个庆生会哈。好，今天呢，我们真的很感谢蔡院长，他特别昨天晚上就下来，那连2场都没休息，连喝咖啡时间都没有。等一下马上结束，要赶车回台北，真的是很辛苦。然后为了神学院不辞辛苦到各地去报告跟来做请安哈。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谢谢蔡牧师。那刚刚我们有看到也是台湾神学院的校友我们隔壁林森路教会的穆迪牧师还有可尼牧师，他们特别来参加第2堂礼拜是蔡牧师他们学校的校友，所以他特别来。我们来欢迎2位郑穆迪牧师、卢可尼牧师，还有2位新朋友，我来欢迎吴珍锦姐妹。吴珍锦姐妹在哪边？欢迎你，拍手欢迎啦。还有1位是傅玉云姐妹，在楼上是不是？现在有没有？玉云姐妹，在这边拍手欢迎啦。好，感谢主刚刚蔡院长语重心长跟我问说，那我们台南中会怎么样？其实那么巧，就跟台北中会都差不多，就是台南中会这3年之间也是很多的消退，因为我们少了2863个我们聚会的人数，这3年了，2018到2022年那其中更值得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青少年有20间没有青少年团契那有平均出席17.3个，就全中会平均一根教会17个人青少年来。那主日学有18个人聚会，18个小朋友一间平均，但是有13间没有主日学。那我们台南中会就跟蔡牧师所给我们提醒的，我们富强教会不止我们自己努力，我们真的要一起全中会都一起努力。那
期待大家不只为了台湾神学院栽培造就更多的属灵的领袖牧者来牧养教会，更要宣扬主的福音就像马偕，就像保罗，我们继续把这个棒子接下去这是我们今天从蔡牧师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努力。我们从9月到现在，信无小组，我们的福音主日，我们在12月17号要举行受洗的典礼，我们有18个报名了我觉得还不够，我们继续，有些 base 还没有决志的，赶快在这2个礼拜鼓励他来决志来受洗好，牧师在做几个报告，因为时间不够了，我们就直接看那个投影片。下个礼拜我们福音主日第2堂要请庄雅慧中医师他的生命见证。记得我们不止自己来，记得要邀请好朋友要 base 的过来有2堂在8点40跟10点50。那这个是我们的代祷这个团队，我们一定要在12月29号举行荣耀的呼召为主做见证，来成为我们年度这个祷告会的主题请记得也邀请朋友弟兄姐妹一起来在主面前一起同心的祷告。那这个是我们福新章长老鼓励2个礼拜一直来邀请大家能够参加这个礼拜6，这个是礼拜6松联聚会的时间他邀请一位黄义斌老师来指导我们盆栽他说这个很有重要的信仰的意义请大家如果能参加的话来登记报名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6点半我们在和乐广场，就是我们在运河那边有没有？安平运河那边有一个全台南各众教会一起举办的一个是市政府出钱我们来办点灯的晚会很棒的一个聚会。今天天气也刚好很凉爽，请大家踊跃带领大家去参加还有这个是我们的主日学举办一个魏德胜导演的电影《Big》这个很感人的电影暖心的电影如果你要参加包场在12月10号下个礼拜天下午3点如果你能够参加一起来共襄盛举，因为我们要包场越多人越热闹你到楼下登记要交220块刚好邀你的好朋友一起来更好但是220不多了吃一餐都还不大够钱呢鼓励大家一起去参加还有这个影片就来不及放了，对不起。那还有周历手册周历手册请我们有登记的同工要去领还有月历，楼下的月历，对不起又按到了月历对不起月历也到楼下一个家庭领一份那其他的时间应该不大够了，我们只好请我们的诗会来带领我们一起读经，还有重要的报告。我再补充一样，我们等一下1点半1点半就要举行年度事工研讨会，所以我们的同工都要留下来参加所以可能赶快吃个简单的午餐就要准备留下来在3楼开会。那蔡牧师都还没吃就要走，要离开抱歉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一起来读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本月金句，请大家翻开周报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念诗篇，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90篇第12节。其他报告我们一起先自己来过目。那请大家起立，同心来唱颂荣诗歌。吟唱完，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交通与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我们请坐，默祷。我们准备来做庆生会。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礼拜到这边，我们要为12月份的寿星来庆生哈。12月的寿星，我们请12月份的寿星请站起来好吗？我们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我们要请我们的生平兄来吹蜡烛。12月的寿星，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给你，祝你生日。唱英文的来 ，Happy Birthday。我们请生平兄过来，生平兄来。有照相的吗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生平兄来做许愿哦，哈，我们请他来吹，代表来吹蜡烛。1、2、3。好，拍手感谢主。我们来做祝福的祷告才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在这个圣诞的节期，我们为12月份的寿星献上满满的感谢。神啊，你在他们的岁月当中赐下满满的恩典，就像在路径上滴满的油脂，因为他们要经历神继续给他们的恩待赐福，无论在健康、在家庭、在生活，以及他们在教会的服事，都满满有主你的恩典。也愿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迎接待降节，我们能够默默的、常常灵修祷告，看见神的救恩，我们一起迎接主耶稣的降生。愿主保守我们回去的路程，一路都平安。也保守我们下午的事工研讨会都能够顺利完成。感谢主，再次在你面前献上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给隔壁祝福说：愿你平安，谢谢。